我就开。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的在线上以及在现场，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自己全人全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今天的祷告，我们的神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
是我。主，我们要来敬拜你，所以环境一直在改变，有时候不尽顺人的意，但是我们要注目来看主耶稣，因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帮助我们眼目在你，我们的盼望在你，我们的力量也在你。主，我们恳求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失望、软弱、无力，但是因着你所赐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对焦在你，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主，恳求你怜悯你的子民，怜悯这个世代。我们除了你之外别无拯救，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的盼望。愿你自己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你的话语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谢谢耶稣，让我们专心来到你的面前，更加的认识你，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思念神的名那透过这个思念神的名，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神，他是怎样的神？过去我们有看到，可能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我们的牧者，好多上帝的属性。那今天我们透过思念神的名这本书，我们要来看以色列的盼望，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那其实盼望是一个在我们面对恐惧、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我们碰到一些可能技术上的问题这些机器，那我们心里面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安定的力量？其实在我们面对好多这一些不稳定的环境当中，盼望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困境里面稳定下来。那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好像说阿们阿们，诚心所愿但是我们知道，透过神的同在、神的信实，我们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或是遇到一些的麻烦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在耶利米书，最近我们也在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17章，我们从第7节一起来读来。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本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刚才我们读了这些的经文，经文里面提到说，依靠耶和华的是有福的。他要像树栽在溪水旁，在河里扎根。这里再提到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离弃他的都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是把主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不只是以色列的盼望，也是台湾的盼望。弟兄姐妹，他也能够成为你的盼望。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赞美，来感谢这位神，他是我们的盼望。即使是你现在困境当中，也是你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感谢，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主啊，你是以色列的盼望，凡离弃你的，必是困忧。主啊，我们要奉你名来宣告，不管是在不确定的环境，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来注入在你的身上。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帮助。谢谢主，虽然环境时代改变，但是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永不改变。主，谢谢你，让我们做的是面对这样时代的变迁，不顺遂的时候，没有办法发面的时候，但我们依然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的慈爱，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主啊，谢谢你，虽然我们面对一些世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你，凡事不讲焦虑焦虑，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全台湾人民的盼望，你是家人教会的盼望，你是那寻求你的人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来这样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世上，主，你应许以马内利的主，主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主啊，你是这位大能的主，因为你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主，主，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主，主啊，虽然我们可能对这个环境做很多的变化，我们想不到的，弄得我们七荤八素的。主，或许我们已经被打趴在地上，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主，当我们意识到说，主啊，你必要救我们，主啊，唯有你有能力使我们再一次来定准，来主，你给我们方向，因为主啊，那盼望就是你给我们正确的方向，即便是我们落后了，但是主，你永远告诉我们，那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从我们今天，不管从预备祷告会，或者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主啊，我们真的遇到太多我们想象不到，而且非常措手不及的事。但是主啊，你今天再一次让我们体验、经历到，主啊，当我们昼夜思想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也不从这些恶人的寂寞，主啊，我们不站着罪人的道路，我们不坐那亵慢人的位置时，主啊，你就让我们像栽在溪水旁一样。主啊，我们不枯干，我们有盼望，按时结果实。虽然有时候结果是要等很久，但果实总是会结出来。谢谢你应许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是有盼望，在那混乱当中，我们就定准，我们就是定准聚焦在主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要承认，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人数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其实，在希伯来的经文里面这个盼望这常常是我们对与神之间这样的一个期待来做连结的。所以一般人他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他可能像以色列人期待说：上帝啊，你什么时候要来救赎我们？你赶快拯救我们，我们信靠你。这个盼望也鼓励让我们在还没有看到是能够成就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力量、那个帮助来的时候，他依然有信心。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这样的一个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等待这个盼望来到，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过程当中需要有更多的信心。你知道，在旧约到新约的过程当中，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在等待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
然后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看整个圣经的历史，我们才知道。但是置身其中的，就好像我们在这其中当中的人，可能不晓得下一刻是怎样，要面对什么样。但是在新约里面，这盼望其实就在于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但是当时候的人，有人不相信。今天我们透过圣经，我们知道，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的出生，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透过他的死亡，也回应了先知所预言的，透过他的复活，他自己预言说3天之后我要复活。然后他升天的时候，在众目睽睽当中，他应许说我还要再来。今天我们面对今生的盼望，我们有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所赐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特别是耶稣也应许永恒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1到6节里面有提到说，我去原因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当我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回到父的家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是今生有盼望，我们连永生也有盼望。这是透过新约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从今直到永远的这样盼望。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盼望，是一种带有能力的，从信心里面展现出这样的能力。那我们也知道圣经提醒我们说，在面对这样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忍耐的过程当中就有生什么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以不至于我们有羞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盼望这个字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的盼望，这位以色列的盼望者是服侍他的子民的，他垂听他子民的祷告，他也服侍他们在困苦当中怎么样去拯救他们这位神。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说以色列的盼望，其实不只是以色列盼望，也能够成为你的盼望。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要认罪的，就是当时候面对以色列或是犹大他们的罪其实大多数是他们去敬拜偶像。所以在等一下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里面提到说他们的罪是被刻在他们的心板或者是坛角，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透过这样的一个丘坛或是这些的祭坛在敬拜，并不是敬拜这位神，而是去敬拜这一些人所造的，比如说巴力。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上帝说话了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犯罪，这样的敬拜偶像，他们枉然劳力。所以当他们的货物、财物、财宝甚至他们在祭坛上所献上的，都被仇敌给抢夺。不只是这样他们失去了他们所拥有这些产业之外，我们看最近读的耶利米说，他们也要被掳，他们要被抓到异邦，然后成为别人的奴仆。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的势力的，他心中离弃这位上帝了，那人就有祸了。像最近我们在迦南之声在家会所所读到的，上帝透过耶利米对他子民宣告他们的结局。甚至当耶利米要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再替他们求了。就好像罗马书里面提到说，当他们不认识、不荣耀、不感谢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时候，经文说上帝就出宰力的任凭他们很心里的欲望所以他们要面对他们所付上的这些的代价所带来的这样的灾难，他们没有办法有永恒的盼望
这是我们要承认。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些的经文哦，在耶利米书17章，一起来。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角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啊，我必因你在世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丘坛当猎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田地。我们要为这样的一个神成为我们的盼望来感谢哦。在困境当中，他的信实依然存在，但是也像刚才耶利米先知所谈到的，当我们离弃神，不倚靠神，这些罪必使我们失去我们很多劳力所得来的。我们恳求神真的是赦免我们，然后我们回转来归向他。邀请大家一起同心来祷告，来感谢神，也来认罪，寻求神的赦免。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你是那永恒的盼望者，你是知道在旧约、新约当中，透过先知所预言的那位盼望救赎，对我们生命的依靠、生命的帮助，我们在世事恶果当中依然有怜悯、有赦免的神。主，我们感谢上帝，你也是我们永恒的保持在你里，因为你有永恒的慈爱，你利用和你的慈爱来爱我们，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要承认，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因为是心里的软弱，离弃了神，依靠人的势力、人的才能。有句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万军之王你帮助的程序。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有限，我们真的软弱，我们寻求你的赦免，求你饶恕我们责任。主啊，我们求神你来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同心合意。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用你的慈爱铺天，主你用你的公义铺地，让我们在这天地之间享受主你的慈爱和公义。主，但我们也在这当中，更是看见自己的不义，更是看见自己的软弱，更是看见自己的不幸。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让眼前的困难，让眼前无可避免、措手不及的挑战，夺去了从你来的喜乐。主，我们很多时候专注眼前的困难，专注眼前的变化，而失去了专注于你的眼光。主，我们真的要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恳求主你的赦免，不让这些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以至于替换主你在我们心里的位置。主，我们要更是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以盼望接住我们。主，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失落、失败、挫折，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不抓住自己的负面情绪感受，不让自己落入在自以为意的受害里面，更是要仰望主你的盼望。主，因为你说你
赏赐的盼望不让人羞耻。主，更重要的是，主你让我们在这盼望当中不至于落空。你让我们所领受的盼望是扎扎实实在你话语当中的经历，是在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就像那生来失明的一样。主啊，你的心意是要在我们当中彰显你荣耀的作为，我们更是要将我们的软弱交在你的手上。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变化，特别是看见这整个世界在这气候变化当中，有太多想象不到的天灾人祸发生。主，我们要为这地来祷告，恳求主你的赦免我们因着不公义的作为，让这个世界、让这个地球饱受灾害。主，我们要恳求主你特别赏赐台湾，就在这土地上。主啊，愿你的公义从执政的到每一个平民老百姓，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有从你来公义的心。主啊，恳求主你的话语透过你的教会，真的是向世人发出那一起悔改归向你的声音。主，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谢谢你的恩典完全的接住我们，让我们在一次又一次老练的操练里面，更是能够看出福音的果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因为主你不让我们落空。谢谢你的恩典持续带领我们，你是以色列的盼望，你更是台湾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要为了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来祷告。我们知道这2天的新闻有提到，好像是巴拉圭吧，是不是？还是哪一个国家？我们在他的国家有设这个办事处立陶宛那我们看到，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我们看对岸还是用很多动作来拦阻甚至召回从立陶宛召回他们的大使都不能对我们好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困境，你知道吗？我们面对这些外交的困境，我们也面对什么？疫苗不够了，我们也面对很多人在攻击国产的疫苗等等这些那其实，在整个困难的过程当中，你知道盼望从哪里来？盼望是从这样的困难当中说患难要生忍耐，忍耐怎样？生老练老练最后才产生什么？盼望。那透过先知的话，也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里面是让我们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有看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样的盼望其实都是在什么？在神本身，不是你做了多好，我们做了多好，而是神本身他的良善、他的慈爱、他的全能，才能够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忍耐我忍耐不下去了，神给我足够的力量去忍耐，是一直到最后看见耶稣来到世上这样的一个盼望有时候我们会依靠世俗的眼光给我们的这样的力量祝福那其实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有更大的一个盼望指向未来的时候，这是人不能给的那神为我们预备了特别是耶稣也为人预备了永恒。弟兄姐妹，我们看，当你像这位以色列的盼望，你把它转化成你的盼望，就好像有一首诗歌说：“我的盼望在你，你是我唯一的盼望。”当你像这位神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是像那施慈爱的，在那不可能成为可能这位神，就介入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来，
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的水泉。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段经文好像在讲我们的现况或者是我们仇敌的现况。我们真的求神来怜悯特别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在外交要受到这些的可能疫苗的掌控权不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处处都要受到限制。我们面对的天灾人祸，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看到中南部的水灾，过去我们缺水的时候一直求，那现在是求什么？主啊，不要再下了。真的有时候真的是很矛盾所以我们恳求神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疫苗的缺乏，面对外交的困境、内政，面对这些医疗物资的短缺，我们求神真的是主啊，你自己来供应，你是耶和华以勒，是这位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恐惧。我们有时候还在高兴，哇，昨天是3例本土的，哇，今天又跳什么12例本土的。可能在新北市有这样的一个大楼，或是哪里有这样的一个传染，我们都恳求神了，因为很多都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我们也求神在面对这样的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的冲击的过程当中，最近我们要花什么券？5倍券过去3倍券，那到底能不能刺激我们的经济是执政掌权的，是不是行政院院长这些团队有智慧那面对这样整个降级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措施，如何平息民怨，或者是人民所需要的。我们要为了这些防疫的人员，他们真是不眠不休，他们在为了这些确诊的人员付上代价。我们恳求神来真的是保护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甚至他们不敢回家，因为他们怕传染到他们的家人。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些防护人员、这些医疗人员来祷告。我们为了整个疫情感谢主，在全世界当中，感谢主我们看澳洲的这些防疫人员本来这些专业人员批评我们真是太过自满但是现在又赞美我们，真是台湾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防守。那我们真的是不骄傲，我们为了这些防疫的措施，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执政的还有人民都能够去遵守。那我们站在这样的破口当中，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守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相信最近我接触了有很多人，有一些人他们心里渴望，你知道吗？
牧师可不可以来为我们祷告？可不可以来上家做个家庭礼拜？不信主的，但是当他们面临困境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寻求盼望。弟兄姐妹，这时候就是你举起你祷告的手，一起来守望我们的国家，守望我们的城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来寻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百姓的一个守望，你面对的一个依靠的。离开了神，离开了这位以色列人的盼望，离开了这位台湾人的盼望，我们就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依靠。即使是我们面对这些的困境的时候，都是要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主你的供应，需要主你的医治，需要主你所赐的智慧，让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面对外交的困境，面对对岸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千方百计的恐吓，来我们得到资源，这是要神在他们当中手下。主啊，求你来怜悯这个时代，主啊，让我们的百姓们同心合一起来，守望这块土地，守望这百姓，守望我们台湾宝岛。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主，你是耶和华，我们当知你是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你是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上帝。主，我们的国家需要你。主，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国家台湾来祷告，台湾需要你。我们这个国家里面的执政掌权者，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主，我们也更需要来到你的面前。首先我们要先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要当在你的面前，我们先来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这个岛屿上面，我们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你。这个岛屿上面充斥着许多的庙宇，充斥着许多的这些的偶像，充斥着许许多多的人来做一些不能讨神所喜悦的事。我们祈求神先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将你的怜悯也仍然施下你的慈爱，在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岛屿上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谦卑敬畏的心。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为这些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祷告时，求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我们的执政掌权者他们有谦卑的心意，愿意聆听百姓的声音，愿意走入人群当中，愿意去接纳，愿意去接受从神而来的这样的智慧，或者是从他旁边而来的声音。祝福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一些，无论是外交上面的困境、内政上面的挑战，或者是人为，或者是大自然对我们的这些的挑战，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我们的政府官员到我们的人民，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每一个人都谦卑自己来面对这些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谦卑的时候，神的大能才能在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岛屿上面来遍行。主，谢谢你，也祈求主帮助我们，不仅仅我们这些我们的政府官员，也帮助我们在前线为着疫情在打仗的这些医疗人员。主，祝福他们，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也有愉悦的心情，更祝福他们所做的一切，也祝福这些医疗人员，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人，也都有神所赐的平安、信心、勇气与他们同在。也祈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付上代价，就是在祷告上面
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所有台湾人民的帮助。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愿意来在这个祷告上面，我们来付出代价，我们来付上代价，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每一天不断的祷告。更重要的是，为着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能够认识神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神也要使用我们在这个国家城市，特别是对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来读这2节的经文，一起来。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为了教会，为了肢体，我们来祷告。我们恳求神真的帮助教会能够成为这些弟兄姐妹社区的祝福。我们不只提供福利，我们要连结福音。所以在降级的当中，还是有一些的限制哦。今天我去开会的时候，听到彰化中会的牧长在说，他们要上台讲道，他们要在1个礼拜提出PCR 或是这阴性的检测，每个礼拜我看是牧师要脱口罩才做这样的，但是彰化他们对这些教会更严格。即使是戴口罩，还是要做这一些的检测。哇，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感谢上帝那我们最近也开放申请，然后有100位以内所以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还是感谢神给我们有申请过。所以我们在周六或是周日2场，我们都能够至少有300位左右的弟兄姐妹可以在实体有做礼拜那包括线上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实体的或者是线上的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依然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神帮助，让早日能够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在这个期间最近疫苗的短缺然后我们看到疫苗的施打那都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施打，那牧师也在等待我的手臂就留给国产的所以他们在8月下旬可以打得到那我们真的是为这样的一个施打疫苗能够零副作用，身心灵能够健壮，为了我们弟兄姐妹来守望祷告。其实这样的疫情冲击了我们的家庭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在这当中经济上都是面临冲击，所以在家里面的学习，孩子的学习，还有工作那现在大概有比较恢复去上班了那我们为这样的一个出入有平安神保守。那在面对就业就学的这一些的年轻人，他们求神给他们有一个新的方向那也能够积极的能够学习，让他的恩赐才能够发挥出来。我们也为最近我们也在举办这个志工的翱翔营，还有阿卡佩的儿童营阿卡佩的夏令营的同学会，还有青年的培训营等等这一些的，不管是线上的或者是有这一些的实体的活动，我们都恳求神使用这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这世代的儿童，因为他们是未来教会的希望。我们恳求神来透过这一些的营会，透过这一些的课程活动，能够
把诸般的智慧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特别让这些年轻人在暑假当中有自主自学，还有自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为了这世代的，为了我们弟兄姐妹身心灵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首咒就是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兴起来，成为这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守望者代祷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为了肢体来守望来祷告，为了我们教会所做，能够祝福这个社区，祝特别是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些人。所以我们今年很不一样，我们今年要做很多的新事，要从牧区，要从教会里面走向社区。但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又遇到了疫情，又遇到了，当我们渐渐熟悉线上的模式的时候，我们要变回实体，走这些变化的失控当中，走真的很多的困难。但是，主啊，你也在这些困难当中放下了最好的祝福。主啊，我们儿童的阿卡贝、夏令营的阿卡贝，甚至是 Passion 营，还有那个翱翔志工营、志工的活动。主啊，这些东西我们一开始没有想过。但是主，谢谢你，在这些担忧上、变化当中，你早就成为我们的主了。谢谢你，原来，为一切我们已经完成的，献上感谢。我们真的没想过，可以第一次办就这么酷，就这么收获满满。主也为我们还没有办的，主也是交托在你手中。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在做事，单单的被这些挑战吓到，而是要依靠你，将这些祝福，将这些你所拣选的社区的朋友、牧区的朋友、教会的朋友带到你面前。主啊，谢谢你，也谢谢你让我们一起能够恢复2级，我们能够渐渐变成实体，有开放。有开放100人以内的聚集，对吧？这个当中还有更多的需要，来去面对，来去克服。除了疫情，在疫苗当中，主啊，求你带领每个人施打顺利，不要有副作用。也在任何的接种上面，主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顺利的打到疫苗。那对，主啊，你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你也知道我们还有
很多事情要与你一起完成的，求你带领我们，还只能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应许有时候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未曾想过的。在这个世代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透过他的话语当中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应许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铁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感谢主，我们要一起来宣告主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要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神的盼望，它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你为神圣，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主，你是让我们从忧伤变为喜乐的力量。主，你是让我们从惧怕当中有平安的力量。谢谢主，谢谢主。今天晚上我们祷告来到你的圣面前，愿你所应许的，透过你的怜悯，透过你的慈爱，就降临充满在敬畏渴慕你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妹，再次台长将荣耀归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会到这边啊，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请坐。